2.16公里，准备折返。你醒啦，早上好。今天的3.2公里达成。今天是2026年这 BA 揭幕战的日子，所以去现场看看。揭幕战，青田对龙泉。一人一件。哎呀，哪里都能碰到这个大哥啊！前2天庆元见的，又在青田见到了。虽然穿着龙泉的衣服，但我是青田人啊。国际加油！有吗？没有。充电宝？没有。水杯？没有。大伙也不抽烟，把衣服还是脱掉了。太小了，太小了，不是因为地域的问题。你觉得谁会赢？龙泉会赢！马上开始，马上开始。来青田就是好，还有杨梅吃。比分得到了2分。揭幕战打出了总决赛的感觉。精彩精彩，太精彩了！最后，因为刚才站的位置站在那个罚球线后面，然后很多朋友看直播看到我的背影，然后发截图给我。别人回家了，还在这里剪片。媒体人真辛苦啊！媒体人，马上12点了，太忙了2位。12点了还在干活啊！他们所有的广告牌都拆完了。要没有拆了。收工，12点10分。哎，你这里还有个机位啊？你要把它录，全部记录起来。走了，拜拜。慢慢开，慢慢开。你看看媒体人有多苦。每个说一下今天的感受。我对篮球不是特别懂，但是还可以，就特别是第4节还是很精彩。现在才到家，作息很难规律，所以说想保持每天6点钟起床，除非命不要了。用视频记录人生，我是阿淼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边在剪片，这里还得监工，娃在睡觉。